这食薰唔但对身体无好，而且呢，这身躯边的人若准使着这二手薰，健康嘛会受到威胁。所以政府对民国112年开始，就来扩大禁止食薰的场所。另外，为着要知影这个场所到底敢有特地来实行这禁止食薰，国健署是有委托消基会来做调查，落尾显示讲，这无论室内也是室外，合格比率有94%。为着要保护囡仔甲无食薰的人，政府对民国112年3月份开始扩大禁止食薰的场所，包括幼稚园、学校等等。国健署委托消基会去做调查，透过调查了解民众对袂当食薰的场所知影偌济。伫遮的场所实行禁止食薰的效果，总合格率是94%。病院外口甲学校也是真侪偷食薰的状况。因为以为说医院里面不能吸烟，所以就到医院的外面就去吸烟了。但是那个医院所在的场域不管是室内或室外，都是我们禁烟的场所。这个请麻烦帮我们宣传一下哈。那另外校园刚刚讲比较常见的是有烟蒂，所以一定是有人在楼梯间抽烟。消基会讲，整体的调查禁止食薰的环境已经改善真侪，因希望互无薰的环境会当愈来愈普遍。国健署表示，为着卖互民众伫公共场所使着二手薰，为好部队今年开始甲相关的政府单位、社区合作，互禁止食薰的标示会当更较清楚，透过图文、社区平台等等来推广。我们希望呼吁能够有一个干净、健康的这个无烟空间，让大家的呼吸都可以不用那么辛苦、那么费力。所以我想，这个禁烟的宣导是一直都要做的。那尤其是我们也发现了去年这个调查的结果，确实因为民众可能还不太了解禁烟范围的扩大，所以有一些就是还是会违法的这个情形。根据 WHO 统计指出，二手薰造成全世界超过120万人死亡。国健署呼吁民众禁止食薰的场所，唔但只有室内，室外嘛同款。希望民众做伙来创造无薰的环境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